我叫做林有武，欢迎收看《休闲秘一工》。这是台东，我今仔要来拜访的这个小主人，或者阿武，伊真够画图。因兜咧是咧种色徛的，伊捌以因兜种的色徛做主题来画图，去比赛佫得奖哦。这阵仔因兜当咧无闲加色徛，趁这个机会，我带大家来感受看卖伊的色徛世界。行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我来干一杯。唔你会较特别。你赶快啦！对啊，你食较好。系咩？变哦，我不看诶。啥？你哪能没蛋饼啊？蛋饼。我平常时要来采收拢只早。我时间要在合作，带头灯。是哦。哦，天还袂光就对啊，就要开始迄啊。因为咱台东遮较远啊，爱赶火有到上个台东，中岛进前来出发，在八富里面早起。嘿，我会负责是。啊，有你嘛较早就在咧做，无一定5点。啊，你前一暗拢几点睡？来5点爱看。对。真正几点就困啊？功课遮改就已经去困啦。其实早起来就直接食早顿，感觉嘛袂歹。有风搁凉凉啊。空气较好啊。系啊。对啊。啊后壁搁山，搁水。台东拢拖过去。真诶。我无去着。你家一杯。哦，所以你拢会先家献一下看者。哎呀，小水糕，小水糕。啊，伊搁讲爱留啊翻白。是啊，是爱变白雾安尼哇。所以主要是看有开迄个糕，啊搁白雾，会使啊。你较慢的，你迄老几粒无加啊？懂了。哦，哇！对哦。无够大。哦，无够大。至少是爱加你色卡饼。哦，色卡好。因为侬安尼啃落去有无？伊较袂软去，凸起。对。所以加至少就是爱对这色卡是白色。我说，哎呦，这样。我感觉加色卡较硬斗呢，落掉的看无啥有。我一直有一种，我这要知影要安怎看，但是就搁袂晓啊。落个时间抹白。嘿。嘿，安尼就无够啊，有无？安尼就是有色啊。好。伊万我等下就看有啊。嘿。来食好啉，你敢是做工画图的迄个阿武？对。你哪会这么爱画色卡？因为咱家是这样式的。哎。哦，你不落的哦，啊，嫩去啊！哦，你迄个哇！眼睛，我哪遐准？雄雄就会使食。大家拢食一人一岁哦。好，这个就甜哦。哦，真正好甜呢。我嘛要食两喙。搁放。你看着透明的吼，佮做沙士的就好点。啊，质量都好食，都 Q 的吼。嗯。拄好拄啊闷着。所以平常时真正忘着，好睡觉。有拄加着不多枵的时阵，如看到冷的，就爬起来食。哦，做点心。会枵。对啊。啊，有少只加多，变哪都无去。哦，你食加多食甲无去哦。今日见看家己的家多有一身负点哦，还是一边啊？不是，啊，都有点嘛一支，点嘛一支。你去阮的啦，你摕个。啊，你去阮的啦，我后面摕的啦。摕甲火去。
哦，安尼阿有袂歹哦，我甲哥哥甲都好好。我较紧啊，紧紧。我开手较慢。爸爸我点袂紧。你买的？好。买弄一下。弄一下。啊，这几样嘛拢好你，有一个嫩。要马杀掉。好好好。好，一个拢会使啊。准备都可以的。会使。哎，不，啊不要，好啊，啊你要加片，你拢无咧加。嘿嘿嘿。好。好啊，给吧。三人就要起来。三人啊，啊是只拖较底。好。哇，哦，重哦，好在做中，好。哇，yes，好，水。一张，这是我一张小孙女。又搁缘投，又搁交进时徛，是我阿母的生日。安尼姨丈足小伊哦。对啦，当做家己的囝安尼啦。你敢有爱姨丈？有，安尼你讲较大声。伊是我爱你。耶，赞赞赞！这件远嘛？你看我一定会晓看。无啊，迄无包你做袂晓看。伊嘛做个正常啊。长啊！啊，我也要进长啊！都好正诶，伊妈妈可能有翕相咧。你可以进长啊！摕一个物件插入去。插咧用铁啊啦，铁啊，嘿。铁啊插空，爱肠啊落落，伊妈妈诶手机啊有啦。啊，伊搁搞做啥？搞说伊落雨嘛对我伫远诶啊。有影。也袂啥，也行路拢啊头前哪啊拢嘛缀伊啊，后壁哪缀别啦。有影，安尼歹咧，头前歹啊后面。内锅啊啦，哦，恁哥啊，哦，伊就伫坐伫恁哥啊拿内内锅啊，安尼定定嘛，我塞甲变过。变过唔包落来，你敢有印象？有啦。哎，还是你要带阮来班，还是包白啦，互看卖？包包啦。你个个包哦。伊讲伊甲人比包白啦赢100块。哎啦，加包啦。啊，伊敢有放水牛伊？无啦。无。我敢会晓透这。啊，你当时要学国际落啊包？我会晓包，啊不过。嘿。想会。想会。哎，我来去摕塞个内锅啊，夹白伊个。放一个夹就好啊嘛。对啊。袂冷气啦吼。袂。这就是阮的办法啦。细汉你都这。这个哦，你即马坐会伤大汉无？袂啦。袂哦。我嘛是爬起来，我也袂晓行，拢嘛坐甲会晓行。我要试一摆三边过看你做菜，真动力呢。无啊，伊即马转来，伊就坐头前，伊就沿路步巴啦。旧年也是今年，搁去画图，搁大东关搁第2名。嘿。领乡顶3000。哦，有讲。啊，剩的就我一半，伊妈妈一半。真啊？哎呀，包了伫我咧包咧。咱会安尼想讲啊，我有奖金，我要分阿嬷甲妈妈。无讲紧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足单纯的，因甲你顾，甲你请，啊，你就有想到，你有，你就想要甲因分享。我敢讲，敢唔敢要讲啥？真的，我拢在感受你对阿嬷的爱，之后阿嬷对你的爱。
啊，伊是这边较大粒吧？迄边较大。这边上大，这边。迄边上细粒。哦。过来是头龙啊，然后搁分一块爱搁分一块。下黑，按去。你一定做了一定熟手啊，你我都控制。自动的自动的。啊，超过。好，哎呀，三。阿姨，这是我阿姨陈玲芳，是我阿母的小妹，甲会晓煮食。阿姨你煮的饭哪会遐好食？为着你啦，你爱食啥我就煮你爱食的。安尼阿姨知影你上爱食啥？对啊，就爱食豆腐，臭豆腐。哦，灰锅料，有啊，啊，嘿，这那个它的烟味爱出来。对哦。哦，这块爱。这无。哦。嘿，安尼无，你做安尼我头前拢你想做细细起你啊。哦，较好做，看较有。嘿。哦。哇呀，我头家我去，这敢有分做是无分？无分。等，哎，哦。我去。我六餐，六餐。等下搁放去的。莫搁。像这敢莫加还是不要紧？这等下再。没有，那你可以数。我拢踢了这些。画腰的，哎。伊头才有咧画腰啊。平常食的无干今仔日食免惊啊。伊嘛咧画腰啊，我给买腰啊。你拢食个鼻子做，哎，鸡买就行。哦，你逐工就食。鸡仔嘛是去。鸡仔买就算啊。啊，是鸡啊。六餐。你做无大呢？这鸡是阿姨甲姨丈因专工饲的啊。对啊，要饲来食的嘛，是要饲来食卵的，哦，食卵，甲食伊。食伊饲较大汉就会使食。对啊，啊，你哪会拢知影要来饲哈？因为我要食。来，我食。倒位。啊，因落雨毋得拢来遮翕。无一定。无一定。这饲料内底有啥物款的？唔知。你毋知？你知影虎鸡饲？对。好，拢好落。好。可能。好，可能哟。你来遮是佚佗较济，还是做工课较济？佚佗甲做工课拢共款。哦，拢有一半一半。对，一半。哦，会使诶，五呢？五嘿。我买了伊。伊安那吼？你了伊就甲咱捅，你很惨嘛。你有风托过啊？无啦，我用走的，你走伊啊伊。哎，有一粒。这鸭卵。哦，这鸭卵会对呢，加足大粒的。人毋是讲鸭卵会有一个刺味。对啊，较青。较青，啊，你敢敢食？啊。敢。我想讲你伫遮那拢那咧行走骹安尼，袂输恁兜的。算一呱呱。一呱呱。遐一粒。啥。够细粒。哎，内底嘛搁一粒的，这条就细粒的。那只细粒。这甲头只破的迄粒，是安那因只细粒？这应该是个3倍大。好，继续洗。好，继续洗。反正搁有老高。耶，漂亮，看呐。诶，我是这啦。有一只鸡呢。对对。伊补迄粒卵哦。所以迄粒卵只要伫伊个尻川遐，还是你用饲料？哎呦，你莫家己搞。
起来。哦，好，歹势，我们叫两，开始用我甲扣盘。来，现遮。我扣盘去啊。是讲伊就是安那，我看食客拢生伫下底食，啊顶悬拢无。这是咱家己放者开开伫做，咱要要收做就开，个伊就调伫做。所以咱袂当互伤悬，太收无好太收。我想讲哇，遮好势，拢伫咧下底。拢下底。对啊。像安尼，即阵仔安尼毋就无通票，油搁爱加，油搁爱包。对啊，毋是讲哦，我加了啊就好，完成。爱一段一段。一段一段吼。这3期的较长。哦，3期才会使。咱会当甲伊控制。嘿。妈妈，你出来一个。妈妈。这是我妈妈当年阮介辛苦甲做工课煮饭互我食。我妈妈敢有水，我有听到你甲阿姨讲介水，啊，拢无讲妈妈介水呢吼。妈妈爱食醋。去鹅乐姐。妈妈你介水。啊，你有爱妈妈无？有哦。哎呀，讲。妈妈嘛做爱你的。我爱你。妈妈嘛做爱你的哦。我看到这种甲板条，卖套，有无？这是。你像这是壳的尔，啊像这是皮已经破去啊。哦，伊那边搁翻，咖啡色这款的，就是。这个就是它本身的表皮已经磨甲破去啊。哦，就慢条，好。你要玩下。加油！好。我特溜溜哦。阿姨拍手就好。咻。你来做的，我特溜溜哦。对啊。你是攞会下来比赛，攞会趁迄100块。阿姨嘛知哦。我知哦，伊攞下来吼，在特殊国外，好要趁100块。一天的第一课。一天的第一课。阿武，咱今仔日要教大家什么台语？涉水。涉水吼，头一个你要教啥？柑仔色。哦，柑仔色，甲柑仔迄同款。对。柑仔色。第二个我要教绿色，比青色搁较深的。比这青色搁较深的，就号做绿色。第三个是橘仔色。橘仔色，甲橘仔共色。嘿，有人讲紫色。哦。橘仔色。好，啊上尾你想要教啥？出坑。出坑。喊哪好做出坑？就是落雨完有日头的时阵。哦，天顶就会出坑，像这彩色你画的同款。好，出坑。安尼，大家敢会晓啊？系啊，感觉古妙。你古妙咱行，而且啊，毋过你看我若冻食，啊你下食，我嘛是买袂。无，你看，你摕。啊，一包。好。对，这样讲。好。安尼咱食。咱台东的和牛。这哦，是迄个，我讲这个是真正是牛吧？雷亚吧。河边的瓜牛。瓜牛，和牛。你大只爱妈妈。对啊。你食的，你要互我食。哦，甘心。伊本来就是甘心的。对吼，像我迄阵讲，是厝的拢有照做工课。对，像我伊读暑假的时候线上上课嘛。啊，像我做家内事的吼，啊功课拢是用线上上传给老师的。哦，明白。所以我像做
家来事，我都爱有进步，搁互老师看。你佫有到拍衫？有吧？洗衫嘛是伊洗，好赞，伊这真正做大事的啦。啊不，这是要跟你看对，多啦。嘿，我看恁感情好，甲拢会互相安尼。你当去泡温泉，毋知啥物人甲伊就互咱调调，啊，尾这两个拢相边的，有无？免歹势嘛，家己滚出来嘛。歹势讲，你若咧讲伊拢会歹势，用歹势。对啊，拢会歹势。以前较避暑吼，到即摆吼，有较大方一寡。好大方。毋过嘛是爱较大方一寡咧。我像我带当暗时到，嘛是拢会甲我咱调调。哦，真诶，妈妈嘛是看着。安尼你其实种够生奶呢？你看避暑讲避暑，还是种够生奶？有无？有吧？其实你甲伊斗阵，你会发现伊有当啊真正会足避暑的。啊，毋过伊个甲你感情若好啊，伊我定一时啊时开始就会牵我的手，避暑还避暑，毋过伊嘛足热情的。伊的个性嘛袂输伊的画图迄色水共款，足好的时阵，甲你咧耍的时阵，对你足热情的，袂输红色共款。伊对厝内人体贴的时阵，都袂输感觉色，会互人一款温暖的感觉。啊，伊若咧画图的时阵，袂输控色。安尼，互人一种定着足在的感觉，对。啊，伊甲你耍了当痛当欢喜，迄个足活泼啊，足主动的，佫袂输那青涩，互人迄种迄个感觉。因为甲伊安尼嘛，真足讲正经会有感情，你就会去期待讲啊，未来伊就会袂输伊咧画图共款，伊会有愈来愈侪的色水，愈来愈侪无共款的个性，啊，伊就会使画一幅属于家己人生的图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相识也个是也便宜。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会使互阿姨知影有无？听到重点嘛？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伊着你载我来，我带你吼去看蓝的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相成的无啦，迄一天。你才袂使讲吼。哇哇！